今仔日是白沙屯媽祖進香的第一天，46萬的香燈卡一路隊，講沿路有一台價值500萬的高級的靈寶車，車窗搭一張海報，講香燈卡若是行了忝，會當就車來休困。車頂真舒適，閣有冷氣，閣有卡拉 OK 會當唱歌。司機王善士講，這屆進香8天7暝，伊排除所有的行程，一路對媽祖，要互行了忝的香燈卡有所在。好好啊，休困。香燈腳走累了，要上車。來到這輛高級豪華保姆車，一進到車裡面，除了這個坐墊大又舒適之外，每一個座位都配有這個充電孔。而且，如果你想要唱卡拉 OK 的話，當然也沒有問題。這高級的專車，高鐵準時參加包車的旅遊團，原來是白沙屯媽祖掛香，民眾免費提供的忝啊請上車服務。好朋友，你們要搭車嗎？累了嗎？好，來，請上車。車門拍開，香燈卡上專車，車內唔有冷氣，內底閣真舒適。行幾啊公里，加上日頭炎，因是真正行忝啊。隨上車就隨感覺，敢若閣有精神。很舒服啊，很高級，就像高級旅遊團那種感覺，很舒服。對，還有冷氣，就是讓我們再補充精神，然後再繼續往前。這架專車新車加設備攏總是500萬以上。賽車的司機王先生，伊嘛是媽祖的信徒，已經連續7年把愛車賽出來免費服務，伊是感覺真價值。在這行程中，讓我感受很多聖母的愛，跟朋友的這種資源，然後就講說，既然我有這台車，那我也來為聖母做一些服務。謝謝你們，你們辛苦了。看到每一個香燈卡落車攏喙笑目笑，王先生講，閣較忝嘛有價值。8天7暝行程伊全程攏有佇的，透過每一個服務，甲這個香燈卡來結緣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